好，係你好啊，呢邊係手提電話公司中移動打俾你㗎。咁而家我哋有翻啲手提電話嘅月費計劃啦，係做緊特價，咁仲會有翻啲大陸嘅 data 啦，同埋大陸電話號碼贈送。請問有冇興趣了解翻呢？您說的是關於 U3D 的什麼事情呀？能再說得具體一點嗎？係我哋嘅手機月費計劃啦。咁如果係5G plan，只需要149蚊就已經有2G 嘅大陸數據啦。咁如果係4G plan 呢，就只需要68蚊就無限上網啦。咁而家喺我哋呢邊登記啦，仲會比我哋門市鋪頭嗰邊咧平好多添㗎。咁請問翻你嘅合約期啦，大概去到幾時到期呢？我還是不太明白您的需求，能 OK，簡單說一下您需要做什麼嗎？而家你係交緊幾多錢一個月㗎您提到的請假是什麼呢？還是關於 U3D 的事情？ ？OK，明白晒。咁呢，我轉頭會加你 WhatsApp，咁將啲資料呢 send 俾你參考下先㗎。OK，咁我哋再聯絡你啦，唔該晒，專利拜拜。和超跑聽起來挺高大上的。OK，唔好意思啊，打攪晒啊，拜拜。